大家好，我係銀龍咖啡茶座老闆娘 K 姐。咁其實咧，好多人同我講咧 ，K 姐你可唔可以講嘢慢啲啊？其實話俾你哋聽，第一咧，本身我自己講嘢係好急嘅之餘，其實仲有一個重點，就因為其實條片呢個限制咧係得5分鐘嘅啫，所以咧好急講，因為好多嘢要話俾大家聽。首先衷心多謝大家咁多年個支持我賣和產，再講下和產係我哋嘅祖國嘅產嚟嘅，祖國嘅產嚟㗎，就並唔係日本產啊！唔好聽到個和字咧就走咗去嗰邊嚇。咁啊好多謝大家，因為舊年係賣超過1000箱啊嚇，舊年超過1000箱，今年我已經係第7年賣應該係。咁啊今年咧有啲咩唔同咧？就係我喺17、18、19、11月份嘅17、18、19，我去咗湖南嘅深州。親自去到現場，其實佢個故事咧已經係好感人㗎啦。我喺文章上咧已經係聽過睇過，係一個香港人李道德先生，咁咧好有好宏大嘅理念咧，就係想我哋咧有自己祖國嘅產，咁咧佢可以皮薄啦、多汁啦、餡靚啦、包甜啦。咁點樣做到咧？原來咧係好犀利㗎。我喺嗰度咧住咗2晚，因為我做3日2夜啊嘛。我話俾你聽，朝頭早3點幾咧已經聽到公雞叫啦，咕咕咕咕，哇！我覺得好陌生啊！我兒時嗰陣咧喺農村係聽過呢啲聲音，咁咧全部有機種植之餘，佢個橙咧摘落嚟要洗嘅喎嚇，洗咧就用咩洗咧？就係用純水。咁啊鄉村點解有純水咧？落雨嘅雨水又覺得係唔乾淨，又驚佢有菌啊或者污糟啊，咁佢會起個水廠去洗。跟住咧嗰啲橙咧，嗰啲土壤咧入邊咧係用嗰個蚯蚓式施肥。啱啦，講到肥料啦，肥料即係我哋嘅又係講係糞。咁咧就有豬牛羊雞嘅糞。咁你就話個糞就代表乾淨咩？我同你講，當嗰隻豬牛羊出世嗰陣咧，佢餵佢食嘅嘢咧。菜渣啦，或者佢嘅食物咧，全部都經過發酵先至俾佢食嘅。咁喺種植嘅環境裏面咧，冇韞住嘅，好大好大。其實原來咧，佢個農場咧就有2萬畝。我去嗰個其中一個咧就夠2000畝，好大。咁我嗰日上山嗰日咧，非常之凍，3度。咁溫度3度，上到山係零下。我同你講凍到咧，我手指咧直頭係冰晒。咁我親手摘咗100箱橙落嚟，親手摘咗一部分橙，但我今次第一個 order 咧就係100箱。咁啊，李道德先生嗰啲理念我唔講住啦，喺度講優惠俾大家。咁喺12月1號前同我攞橙嘅咧，我每一年都係啦斷箱賣嘅，24個裝。同埋36個裝，24個裝同埋36個裝，每一年都係斷箱賣，你唔好話食唔晒，你一定唔夠分㗎啦。330蚊一箱，咁多年都係。今年12月1號前，12月1號前，如果你哋落單即刻 payment 嘅話咧，300蚊一箱，300蚊一箱。咁咧當然咧要嚟到銀龍咖啡茶座攞啦，原因就係我掛住你哋，想見下你哋嘛，或者過嚟大家見下面。有啲人話運費得唔得啊？運俾我得唔得啊？運費自付，咁我就肉赤你哋個產貴咗咯。咁有啲人話唔緊要啦 ，K 姐支持你啊嘛。咁當然好啦，如果未，但係有啲人咧真係兩老咧，真係坐巴士攞住車仔嚟拎嘅喎。咁啊，每一年好多謝，再次多謝大家。咁啊，個個都追我幾時有產啊？1年1造。李道德先生賣咗15年㗎啦，1年1造。仲有啊，呢一個橙咧係第一個首個拎到香港水果品牌，記住香港品牌，記住有機種植，仲要記住係一個宏大嘅理念，係因為一個好健康嘅橙，我哋真正係食到健康。我親身去到現場，有圖有真相有片，所以你哋訂橙嘅咧，想知道話俾我聽，我將條片訂俾大家。好震撼，我冇諗過原來點解會輸15年嘅錢，我而家終於明白，原來做一個品牌咧要有20年嘅經驗。希望佢話佢自己，希望我睇到，因為人李生已經70幾歲啦。好，即係我自己覺得好感人啦，同埋我自己希望我今年亦都係超過1000箱橙。我話俾大家聽，我舊年第一個 order 係200箱。係半個鐘頭我就收到200箱 order。嗱，今次咧我12月1號前咧我就訂咗100箱翻嚟，希望大家踴躍落 order 97573938 36個裝同埋25個裝，36個裝同25個裝有大細分別，有80mm 同90mm，記得落 order啦，拜拜。